没办法，然后他就推荐我到这里来，说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这里来。硬踢一个下的，一个同学来了一只超级凶的猫，那个猫叫得很惨，然后他当时就吓尿了，抱到那边医院。但是他危险一看到了不明确，他就高速的拖他。没办法。他现在那个穿刺已经结束了，他现在已经舒服多了，全是血尿，心脏不是很好，保护一下，因为高下血脂引起。他这个是肯定的，所以你们来的还算及时的，因为猫咪状态也比较差，所以我尽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简单。还好那个医生打电话，然后他就推荐我到这里来，说要以最快的速度到这里来。就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计划，只是他这个过程情况比较紧致啊。它其实就是尿毒症了，这种尿憋引起尿毒症，一般是可以的。你只要解决了它这种尿不出来尿的这个事情，肾脏功能就会很多。